等会儿，爷给你这么多钱，是让你陪爷喝酒的。来，陪爷喝一个。我不会喝酒，我真的不会喝酒。敬酒不吃，吃罚酒啊！来，喝一个啊！公子爷，喝吧啊！使不得呀！公子爷，公子爷，公子爷，我这孙女啊，我们就是卖艺，不陪酒啊，把钱还给人家。上的银两我们无福受用，您收回吧。我呸！本大爷打的赏，能往回收吗？你个瞎老头！我告诉你，今天我不但让你的孙女陪酒，晚上我还让她陪我过夜呢。使不得呀！去你的！爷爷，过来过来，你管他干什么你？过来吧！光天化日之下调戏民女，还有没有王法了？哟，这位姑娘，别看蒙着面，仔细一看还挺水灵的嘛！啊，不错不错，正好他还没。石镖头，注意分寸。那不如这样吧，位置明白。你替他陪大爷玩玩。留着干什么？给我杀！杀！快走！快走！老人家，快起来！那些坏人都已经走了。哎呀，这把琴呢，跟了我50年了，没想到今天毁于一旦了。老人家，您将古琴给我看看，说不定我能修好。公子爷，你会修琴？实不相瞒，在下自幼学琴，所以对于修琴也略懂一些。哎呀，哎呦，那太好了，那太好了，那有劳您了。老人家，这琴已经修好了。公子不光琴艺高超，修琴的技艺也了得呀！太感谢您了。不敢当，前辈您过奖了。倩影姑娘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吴公子，有一帮盗贼正在劫镖，我哥哥已经去协助石镖头了。我看你在屋里什么动静都没有，担心你有什么意外，所以就赶过来看一下。劫匪人多势众，怕是不能保全所有的财物。不知你那几车货里有什么是需要我们重点保护的？有一车货，万万不能有所闪失。我的头好痛。吴公子，那帮劫匪不仅劫财，还要放火烧了这客栈，我先扶你逃出去吧。好，来。住手！
住手！诸位好汉，你们不过是为了求财，又何必赶尽杀绝呢？我这几车货物，装的全都是值钱的金银珠宝，你们尽可以带走。不过我这最后一车货物，装的东西虽然不值钱，却对我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。你们把这些金银珠宝带走，把这箱给我留下，如何？长江，二公子，让他们走。钱财不过乃是身外之物，又何必多造杀孽呢？嗯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叶姑娘，叶姑娘，你等等！吴公子，你别追了，这三更半夜，荒山野岭的，实在是不安全。我不怕，我担心你。姑娘，你本是行侠仗义的江湖儿女，武功高强，勇敢善良，可是内心却不该如此的脆弱。况且一个人的容颜再美，也会逐渐老去。我们应求心之快慰，而不是因为皮相上的一点小瑕疵，就郁郁寡欢。姑娘若是不嫌弃，就用我这手帕稍微遮一下吧。多谢公子。姑娘，其实你只是一侧的脸颊有一点小小的伤疤，可是你的五官以及轮廓却是那么的精致，你根本不必在意的。多谢公子温言开解，只是你不明白，我最在意的并不是这脸上的伤痕，而是……我明白了，其实你真正的伤痕源自你的心里。姑娘，你如果相信我的话，不妨对我直言相告，我愿与你一同分担。我这脸上的伤，是9岁那年落下的。那天，我妹妹缠着我，非要我陪她到山上玩。快跑！快跑！我能明白你的感受，在那么危急的情况下，你的爹爹没有先救你，而是救你的妹妹。这说明在你爹爹心中，爱你妹妹比较多，这不公平。最重要的是，这不是我的亲妹妹，而是我爹爹收养的。那我就更能理解你了。你一个9岁的小姑娘，在那么危急的情况下，都没有选择独自逃脱，而是回去救你的妹妹。这足见你的勇气，也足以见得你多么爱你的妹妹，哪怕她不是你爹娘亲生的。你所耿耿于怀的，不是你脸上的伤疤，而是你在那一刻才知道，原来在你爹爹心中，你妹妹的位置竟然比你这个亲生女儿还重要。
这个打击实在是太大了。谢谢吴公子，这么理解我，让我说出了藏在心中这么多年的心事。其实，我平时就不敢想，一想我就会恨自己。你居然会嫉妒你妹妹，你不是应该为妹妹的平安而感到高兴吗？你为什么要如此的心胸狭隘？这不是心胸狭隘，而是人之常情。我相信，除了圣人，每一个人处在你的位置，都会感到难过，感到悲伤。我也一样。谢谢公子理解。听你这么一说，我心里好受多了。其实，我爹爹是一代名医，他有个秘方，能配出冰肌血肤膏，治好我脸上的疤痕。只可惜，那些药材太过于珍贵难得，所以才一直没有配出来。都需要哪些药材？你能不能告诉我？说不定我可以帮到你。公子能找到那些珍稀的药材？实不相瞒，我乃是平西王府的二公子。哎，我们平西王府的药库啊，比之皇宫里的药库也相差无几。原来，公子是平西王府的小王爷啊！公子身份显贵，我只是跟着兄长浪迹江湖的贱民，和公子地位悬殊，还妄想和您做朋友，实在是高攀了。你这是什么话呀？你难道忘了，我们昨日在雨中一起营救产妇，而今晚又一起抵御劫匪，共历生死，这是何等的情谊啊！你如果再提什么身份贵贱，那岂不是俗气了吗？想不到，小王爷也是性情中人。倩影姑娘，你如果真的拿我当朋友啊，就不要再叫我什么小王爷了。何况我也是庶出，也没有资格继承我父王的爵位。我看干脆啊，以后我们就直呼其名，好不好？那以后我就称你二公子。哎呀，快点！石镖头，二公子，你可算回来了。我刚才腿受伤了，根本就追不上你们。叶少侠也找你们去了。我没什么事，刚才不过是陪倩影姑娘在外面散了散心。啊，今天多亏倩影姑娘和叶少侠相助，不然我这一车货怕是保不住了。公子不必多礼，我们既然有缘同行，就是朋友，互相帮助也是应该的。不知那车货装的是什么，竟然比那些财宝还珍贵。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我只是出于好奇，如果不方便回答，就当我没问。嗨，也没什么不能说的。这车货物啊，是我奉旨押送的前明永历帝遗物。二公子，石镖头，事到如今，如果再遮遮掩掩的话，那岂不是太不够朋友了吗？本来啊，我父王打算派200精兵护送我前往的，但是我嫌因此会惊扰沿途的百姓，所以便伪装成运镖的，低调行事。可是没想到，还是碰到了劫匪。事到如今，我也不敢再贸然前行了。就快进入山西境内了，我也只能派人通知山西总兵书介，让他派人护送我进京。公子体恤百姓，实在是令人感动。不过，就算是今晚出了意外，刚才那些劫匪也只是看中了财物，如今剩下这一车，在常人眼里看来，并不值钱的东西反而安全了，又何必再惊动当地的官府呢？倩影姑娘说的也有道理。公子，万万不可呀！
这车货虽然不值钱，但毕竟是朝廷下的明旨索要，就一定有它特殊的用意。万一再出了意外，不仅卑职性命难保，只怕还会连累到公子，甚至王爷。所以，万万不可再大意，还是尽快通知舒总兵前来护送的好。好吧，就按你说的办吧。这帮劫匪个个武功高强，不像是乌合之众，倒和我们一样，像是经过特殊训练的。我虽然之前练功走火入魔受了内伤，但对付几个劫匪不应该如此吃力，而且他们的身份很是蹊跷。但他们却只是劫财，对吴应奇押送的永历帝遗物却一无所知。石青红已经连夜派人去通知山西总兵舒建，恐怕过不了几日，就会有大批的人马前来护送。到时候，你我再想下手，恐怕就难了。那你的意思是？先下手为强，趁着天色还没亮，石青红又受了伤，杀了吴应奇，拿到金钥匙，这样就可以挑起朝廷和吴三桂的内斗。这，叶师弟，你这内伤还没好，而我也不想滥杀无辜。哎，不如我们换一个办法。那你有什么好办法？这吴应奇是个文弱书生，毫无江湖经验。今夜我们帮他击退劫匪，他已把你我当成朋友。我想继续接近他，从他口中套出金钥匙的消息，悄无声息地把金钥匙拿走。这样也好。只要我们拿到了1号金钥匙，朝廷一定会以为吴三桂故意隐匿不交。如果朝廷能把吴应奇留在京城，甚至再杀了他，那比我们暗杀他的效果要好上很多。不过，吴应奇虽然看起来是个文弱书生，恐怕很难对付。你有把握套出他的话吗？我试试。刚才我看你逃走，吴应奇居然不顾一切、奋不顾身地追了出去。看来他很在意你啊。哎呀，叶师弟，你别乱猜。以他的身份，怎么会在意像我这样的女子啊？师姐，我知道你平时有些自卑，所以沉默寡言，也不愿意跟我们这些师兄弟亲近。其实你脸上只是有一点小伤，其他都无可挑剔。在我们大家心中，你也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姑娘。我看得出来，吴应奇对你很有好感。你何不就此机会，兵不血刃地拿到金钥匙呢？倩姑娘，要不还是我和你哥哥骑马，你坐我的马车吧。哦，吴公子，还是我骑马，你坐车吧。这是什么话呀？哪有让女孩辛苦骑马，而我坐马车的道理呢？妹妹，吴公子的一番好意，你就不要推辞了。请，来，我扶你。一个人的容颜再美，也会逐渐老去。我们应求心之快慰，而不是因为皮相上的一点小瑕疵就郁郁寡欢。姑娘，其实你只是一侧的脸颊有一点小小的伤疤，可是你的五官以及轮廓却是那么的精致。谁？是我，吴应奇。倩姑娘，这么晚了，没打扰你休息吧？哦，请进来坐。啊，我就不进去坐了，以免被好事之徒看到，有碍姑娘清誉。哎，对了，我看昨日你的行李被劫匪烧毁了，这是我为你准备的一些衣衫服饰，不知姑娘可否喜欢？多谢公子。那时候不早了，
我就先告辞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公子，你的腿怎么了？说来也惭愧，许久不骑马了，蹭破一点皮儿，不碍事的。啊，那明天你乘车，我骑马吧。那怎么行？姑娘的肌肤肯定比我的更娇嫩，哪有让姑娘骑马的道理啊？那明天我们一起乘车。公子的腿伤，等好了之后再骑马也不迟啊。这恐怕不太方便吧？有什么不方便的？公子，你不是说过吗？你我是朋友，如果再在乎那些身份贵贱，就未免太俗气了。那同理，只要我们心无邪念，又何必在乎男女之别和他人的口舌呢？姑娘倒真是洒脱，倒是我太拘泥于礼法了。那就先这样，我告辞了。倩影姑娘，我送给你的衣服，可还合你心意？都很好，不仅质地好，做工也很精致，也很合身，有劳公子费心了。那你为何不穿呢？这旅途之中风尘仆仆的，我舍不得。倩影姑娘，擦擦汗吧。停！二公子，什么吩咐？找一个幽静之地，让我们避避暑。等热浪过去之后，我们再走。卑职遵命。瞧，撤！我快输了。倩影姑娘不仅武艺高强，连棋也下得这么好。我虽出身寒门，可在乡邻里有很多隐居的奇人异士，他们都很热心，经常会教我们。所以，无论是琴棋书画，还是武功技艺，我们都略会一些。原来如此。在这改朝换代之际，总有一些不肯食新君俸禄的前朝高人，宁可隐居山林，传道授业。这样既可以独善其身，又兼济天下，真是令人佩服。吴三桂虽然现在权倾天下，但谁不在背后骂他是卖主求荣的大汉奸？可是从吴应奇的话里，似乎能听得出来，他对他父亲也有些不满啊。公子，你这话
要是被令尊平西王听到了，怕是有些不妥吧？的确，若是在我父王面前，我确实不敢如此放肆。可是，在姑娘面前，我却可以放下一切，畅所欲言。想不到姑娘也如此妙解音律。妾也是听到公子琴声优美，一时兴起，献丑了。这首《凤求凰》，我不知弹了多少遍，可从未有过今天这般尽兴。姑娘配合的箫声恰到好处，这首合奏真是痛快，痛快。石将军，想不到二公子的琴弹得这么好。我家公子琴棋书画无所不精，只可惜他不会武功。不过有石将军这样的高手坐镇，想必他也可以高枕无忧了。我家公子最喜欢弹的就是这首曲子。不过在下是个粗人，戎马一生，不懂音律。哎，叶少侠，你可知这个曲子是什么曲子？此曲名为《凤求凰》，乃司马相如所作。相传，他曾经以此曲得空向卓文君示爱，最终俘获了卓文君的芳心。是吗？没想到叶少侠自称猎户出身，竟然如此博学多闻。石将军说笑了，在下可算不上博学多闻，只不过临湘有一个私塾先生酷爱古琴，我有幸听他抚过此曲罢了。刚刚听吴运琪说，山西总兵舒建已经亲自带着200精兵前来会合，最快的话，应该明天就可以碰面。如果让舒建接管车队，那么就很难有机会下手了。所以今晚你一定要骗吴运琪，说出金钥匙藏在什么地方。嗯，我明白。二公子，有些茶点吧。叶兄，倩影，过来喝点茶，吃点点心吧。这就来。
倩影姑娘为什么叹息？公子的琴声，表面听起来很是欢快，可细细一听，里面又藏了很深的心事，让我心有共鸣，所以不免叹息一声。这是我以前最喜欢弹的一首曲子，可从来没有人能听出我有心事。倩影姑娘，你真是我的知己。公子，我们现在已经在山西境内，明天就与舒总兵他们会合，公子也可卸下重任。不知还有何其他心事？你不明白，此次护送永历帝的遗物进京，是我主动向父亲请缨的。我倒是希望可以护送的越久越好，路途越长越好。哦，为什么？实不相瞒，我是借着此次任务来逃婚的。逃婚？公子已经订婚了。公子是平西王的儿子，身份显贵，想必那姑娘也一样，定是出身高贵，各方面都万里挑一的佳人吧。我父王为我定的未婚妻，是云南当地最大势力刀土司的女儿，名叫刀铁凤。她的人如同她的名字一样，蛮横泼辣。那公子，你父王为何给你许这门亲事？像我们这种出身显贵的子弟，姻缘之事，早已是父辈们用来权势结盟的筹码。朝廷对我父王很不信任。我嫡出的大哥吴应兄，他被留在京城，迎娶了建宁公主，表面上是做了出身显贵的额驸，可实际上是被朝廷留作了人质。而我也是一样，迎娶刀土司的女儿，也是为了壮大我父王的实力。作为平西王之子，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。其实身份、地位、财富，对我来讲，我根本就不在乎。如果可以选择的话，我宁可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，平淡一生，愿得一心人，白首不相离。执行完此次任务，怕是就要和刀土司的女儿成亲了吧？所以我希望这次的路程越长越好。可明天就要和舒总兵他们会合。哦，对了，公子。你身后这箱子里放的就是永历帝的遗物吧？嗯，正是。明天就要和舒总兵会合了，石青红始终是不放心，非要把箱子放到我这里。不怕公子见笑，乡野小民我从未见过皇帝的用品，不知公子可否让我开开眼界？其实也没什么可看的。永历帝被缅甸王送回去以后，已经是落魄的凤凰不如鸡了。他身边的随身之物，也没有一般帝王的气象。不过你要看，我给你打开就是了。公子与我相识还不到1月，就对我如此信任吗？我相信缘分。有些人一见如故，而有些人日日相见，却相顾无言。
普通人家的用度相差无几，难道都是这些衣物，就没有什么稀罕物吗？这流亡的皇帝，怎么也该有几件随身的配物吧？永历帝当年虽然落魄了，可是至少还有一帮忠臣死士相随，所以金银珠宝也是有一些的，就在这个首饰盒里面。那我能看看吗？当然可以。不好意思，我之前从来没有见过皇帝的东西，实在是太紧张了。没关系，拾起来就好了。这可是亡国之君的东西，怕是不吉利。你身为平西王之子，还是不要碰这些不吉祥的东西。我来吧。有劳姑娘。我原本以为吴应期心思缜密，很难对付，没想到你居然这么轻松的就拿到了1号金钥匙。看来吴应期对你真的是一点防备都没有。他根本就是个心思单纯的富家公子。他进京之后，如果朝廷发现这金钥匙被调包了，那他会不会有性命之忧啊？师姐，金钥匙我们都拿到了，你还担心他干什么？朝廷最好把他打入天牢，一怒之下再杀了他，这样就能逼得吴三桂起兵造反了，我们光复大明就指日可待了。二公子，卑职有失远迎。若不是半路遭遇劫匪，在下也绝不敢劳动舒总兵，还望舒总兵见谅。哎，哪里话，同为朝廷效力，二公子若有什么闪失，卑职如何向圣上交代，又如何向平西王交代？那就有劳舒总兵了。永历帝这批遗物可都还在？我之前特意将永历帝的遗物放在一个不起眼的箱子里，劫匪们有眼无珠，只劫走了其他箱子，却唯独把这个箱子留了下来。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吧。永历帝这批遗物事关重大，二公子可否允许在下检验一下？当然可以。请。这箱子当中可有一把金钥匙？金钥匙？这我倒不曾留意。啊，不过永历帝的遗物里有一个首饰盒，不知舒总兵说的金钥匙在不在那里面？
石柄上果然有一朵白玉莲花，看来就是这把金钥匙。二公子，卑职放了皇上密旨，要贴身保管这把金钥匙。朝廷让家父运送永历帝的遗物，难不成就是为了这把金钥匙吗？不知这金钥匙有什么特殊的用途吗？二公子，遗物您已经送到，就算完成任务了，回去也好向平西王爷交代。至于别的嘛，恕卑职无可奉告。是在下失言了。二公子，你一路车马劳顿，请至前方驿馆歇息，请。多谢舒总兵。老大，你装这副可怜的样子给谁看啊？这样不会吃了你。谁知道你玩性大发，会不会把我给吃了？不是，你真把朕当老虎了？好，就算朕是老虎，那你也是一只刺猬，浑身长了刺儿，怎么下口啊？在我眼里，你比老虎要可怕多了。一声令下，我浑身的刺都得被你拔得精光。朕什么时候把自己当成皇帝来欺负你了？大多时候朕都是把自己当成你的龙小弟，什么时候把自己当过皇上啊？那谁知道你什么时候把自己当成龙小弟，什么时候把自己当成皇上呢？谈及国家大事的时候，那朕就是皇上；平常偶尔玩性大发逗你欺负你，不对，逗你被你欺负的时候，那朕就是龙小弟。那你现在是想跟我谈国家大事呢，还是想逗我欺负我呢？不是老大，朕有一件要紧的事要和那你商量。请皇上回到御座上，我们正正经经的谈吧。行了吧？说吧。老大，朕已经派了索额图和一批大内高手去盯着鳌拜，但是朕毕竟是天子，金口玉言，答应过鳌拜让他继续掌管自己的手下情报网，所以索额图他们也不好干涉鳌拜手底下的人正常工作。这件事情不能让太多人知道。朕想派你还有你哥哥去盯着鳌拜，跟踪他手底下的人，摸清他的整个情报网。除了索额图，皇上还派李太医和世淑姑娘，也都去了鳌拜府，暗中盯着鳌拜。那依你看，这兄妹二人可信得过？他兄妹二人都是皇上亲自挑选的，奴才不敢妄议。你大胆地说，无论你说什么，哀家都恕你无罪。谢太皇太后。奴才觉得他兄妹二人还有些本事，能为皇上办点事，对皇上呢也还算是忠心。可鳌拜却说，这兄妹二人来历不明，心怀叵测，那奴才也就分不清深浅了。现在皇上很信任他们兄妹二人，所以哀家呢也不好说什么。不过他们都是来自乡间的，确有些疑点，还是防备着点好。奴才斗胆请太皇太后示下，让奴才也去鳌拜府。一来呢，可以帮着皇上盯着鳌拜；二来，也可以查探查探他兄妹二人是何底细。哀家给你一道手谕，让你自由出入鳌拜府。你要记住，探出什么，立马就要回来禀报哀家，切记不能惊动皇上。奴才明白。皇上没有怀疑你吧？哦，暂时没有。不过宫中现在正在彻查内奸，凡是你派进去的人，还有你的心腹，推荐进宫的宫人，都给撤掉了，基本上都换成了索额图的人。老夫眼看着就要落败，皇上现在重用索额图，
所以，他想让你再冷静冷静，等你彻底想明白了，他再过来见你。难怪民间有句老话：“青竹蛇儿口，黄蜂尾上针，两者皆不毒，最毒妇人心。”这个女人既狠毒又狡猾。当年她为了能让福临登基，她就利用美色去诱惑那个多尔衮。福临亲政以后，她又利用老妇去对付多尔衮。现如今，他的孙子玄烨要亲政了，他现在又容不下老夫了。还给我！公公在吃什么？李太医，你这3更半夜的闯入咱家房间，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咱们原来不是已经说好了吗？以前的事情咱们心照不宣，以后在宫中互相帮衬。公公不必着急，我连夜来找你，是有重要的事情要跟公公商议。有什么要事啊？侄儿李建清叩见叔父。你是叔父，我跟奕欢都是李定国的儿女，我们是您的亲侄儿侄女。原来鳌拜说的是真的，你们2个进宫果然是图谋不轨啊！我爹让我转告给叔父，希望叔父顾念骨肉亲情，在宫里对我们兄妹。不要说了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我告诉你，这绝无可能。你们不要再叫我叔父，我没有你们这些亲人。看来我爹说的没错，叔父心里只有荣华富贵，没有我们这些骨肉亲情。随你怎么说，你回去告诉你爹还有你妹妹，我不会出卖你们，但我也求你们不要再连累我了，好不好啊？不管将来怎么样，你们都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我早就当你爹40年前就死了，你们也当我40年前就死了，好不好啊？好，那我们便不讲骨肉亲情。哎，你干什么？李太医，我没有病，不劳您给我把脉。我不是在把脉，而是在测你的心。接下来我会问你很多问题，如果你撒谎的话，你的脉象便会出错。你果然跟你爹一模一样，对我的算计多过亲情。叔父，只要你把铜匣交出来，我们还继续从前的约定，心照不宣，互不干涉。铜匣？什么铜匣？叔父装什么糊涂？你刚才夜探敖府，并没有把铜匣带出去，所以这铜匣还被你藏在宫里。你说的是那个藏着藏宝图还有钱明余孽名册的铜匣？那不是奕欢从鳌拜府上已经拿走了，后来又被皇上在永乐斋给找回来了吗？那个铜匣是假的，真的铜匣放在永乐斋被人调包了。你怀疑是我调的包？不是你还是谁？我知道叔父想用铜匣去换鳌拜大补丸的解药。叔父，你可以不帮我们，但是也不能去帮鳌拜那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啊！唉，叔父要的大补丸的解药，我能解，只要你交出铜匣，以后每月我会把大补丸的解药亲自给你送过来。叔父那个时候就不用再受鳌拜的挟制了。原来你能解大补丸的毒，
难怪你敢背叛鳌拜。可是铜匣真的不在我身上，贤侄，你既然能解大补丸的毒，那就赶紧给我解药吧。叔父变脸还真是快，刚才还口口声声不想认我们这些亲人，现在居然叫我贤侄了。我这是没办法被逼的。俗话说，好死不如赖活着嘛。好，既然叔父想活不想死，那么只要你把铜匣交出来，我马上把大补丸的解药给你。这铜匣真的不在我身上，你想想，这么机密的事情，鳌拜怎么可能把这件事情告诉我呢？真的不是我掉的包，你们要相信我呀。叔父要是不愿意交出铜匣跟我们合作，那我就不能给你解药。你口口声声叫我叔父，居然还要挟我！你讽刺我说我贪图荣华富贵，不顾骨肉亲情，而你们呢？你们就不自私，不冷血？从脉象上看，叔父的确不像是说谎，而且易欢也跟我说过，你的确从来没有进过永乐斋，而且叔父也不会功夫，也没办法半夜从永乐斋将铜匣盗走。既然叔父不知道铜匣的下落，那侄儿就先告退了。哎，等一等，解药呢？等一等，解药不是已经给你了吗？还有什么事？看在你替我保守秘密，还给我解药的份上，有件事情，我应该提醒你跟易欢。什么事？易欢之前打了皇上一巴掌，最近因为皇上林允生了病，这件事情太皇太后马上就知道了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这不是你告的密吗？当时你不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，所以就在太皇太后面前借机讨好。我不怪你。不是我，你手里有我的把柄，我怎么还能在你的背后去使坏呢？就连皇上也认为是我，对我十分不满，我又不能解释，解释也没有用啊。那你觉得会是谁呢？我虽然没有十足的把握，但是我觉得十有八九会是索额图。索额图，他平时对我们还算不错。哎，那只是表象，在这紫禁城中，表面的好，那也许就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刀。这索额图，他是顾明大臣索尼的儿子，以前有鳌拜压着他，所以他只能夹着尾巴做人。你们替他扳倒了鳌拜，他才在皇上面前替你们说几句好话。可是索额图这个人，为人最是深沉，况且他是当今皇后的亲叔叔，而皇上又如此宠幸易欢，他能真心对你们好吗？多谢叔父提醒。哎，你先别急着谢我。我在这紫禁城中30年沉浮不易呀，我真的不想跟你们掺和到一块儿。你回去转告你爹，咱们从此以后老死不相往来，各自珍重吧。叔父放心，你的话我一定带到。以后在宫里，我跟易欢也会尽量少打扰你。就这样吧。起来吧。谢太皇太后。哀家让你打探的事情怎么样？回太皇太后，奴才一直在暗中盯着这兄妹二人，暂时还没有发现什么蛛丝马迹。哦，是这样。其实皇上很看重这兄妹二人，真是不寻常啊。从现在开始，继续为哀家看住他们，只要有点风吹草动、蛛丝马迹，一定要回禀给哀家。这
瞧见了吧？这鳌拜的手下可以凭借鳌拜发的令牌，自由地进出鳌拜府，所有的事情都直接向鳌拜汇报。而根据他和皇上的约定，只要这鳌拜不出府邸一步，他就可以自由地处理这些事情。而我们只能在鳌拜府的门口排查进出人员的令牌，既不能加以阻拦，也不能揭下他们的面具，看清楚他们真实的长相，更不可以跟踪啊！皇上是天子，金口玉言，可索大人就不能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吗？便悄悄安排人去跟踪一下，又有何妨呢？唉，说来真是惭愧啊。我也曾经悄悄派人跟踪过，可是鳌拜这些手下个个都是江湖经验丰富的老手，又懂得擅长易容易身之术。我的那些侍卫都是些八旗贵族的子弟，虽然有几个身手不凡的，可是总是江湖经验欠缺，所以每次都是跟丢了。不是已经走了吗？你又突然回来干嘛呀？哎呦，我求你了，你跟你爹就放过我吧，我这辈子不容易，让我过几天安生日子成吗？叔父，我不会强迫你投靠我们反清复明的联盟，我只是想求你协助我们尽快除掉鳌拜。鳌拜一天不死，不仅对我们联盟，对你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威胁。可是鳌拜跟皇上已经商量好了，皇上只是囚禁他，他是不可能杀鳌拜的。我要是有本事把鳌拜除了，我至于受他的胁迫去危害皇上吗？康熙恨透了鳌拜，他之所以不能杀他，无非是因为他身上还有筹码。可是如果我们除掉这个筹码，你觉得康熙还会留着他的性命吗？那你说吧，你们想要我做什么？叔父跟了鳌拜这么多年，他在三藩王和我们联盟当中安插的密探，叔父可知晓一二。鳌拜这个人呐，心思缜密，像这么机密的事情，他是不会泄露给我的。他安排在每条线上的密探，都只跟他单线联系，而密探与密探之间也都不认识。鳌拜手上掌握了这么多密探，每条线上的密探跟他联络之时，可有什么规律？如果有紧急情况需要联络的话，他跟密探之间有一套联络方法。如果没有什么紧急的情况，就只是每个月的固定时向他例行做一次汇报。每个月的初一、11、21，他就找我向他汇报宫中的情况。每个月的初2、12、22，他就召集安插在平西王府的密探向他做汇报。每逢初3之日，他就会召京城监视文武百官的密探前来汇报。那他何时召见负责反清联盟这条线上的密探？那就每月初5、15、25这3个逢5之日。明天就是初5。索大人，我看不如这样吧。今夜，我乔装成江湖中人，想办法潜入鳌拜的书房，偷走他跟手下密探的来往密信，再悄悄跟踪这些密探，看看能否有所发现。好啊！早知道李太医除了医术高明，身手也是不凡的，不在鳌拜之下。如果李太医肯出手相助，那真的是太好了。到时候还需要索大人多多配合，让你那些手下不要干扰我们的行动。这没问题啊，包在我索额图身上。好。纳塞，义父，今天晚上你跟弟兄们不要在这鳌府里面巡逻了啊！巡逻到外面去，围着鳌拜府转几圈就行了。这府里面发生什么事情，你们都要装作没听见，明白吗？好的，义父，孩儿明白。行，巡逻去吧。哎，
朱哥哥，你说今天来向鳌拜汇报的人，会不会是我们明珠谷的人？很有可能。反清联盟下有10几个组织，明珠谷是规模最大、威信最高的一个。更何况，通辖的秘密就是从明珠谷泄露的。如果是明珠谷的人，会不会是我们认识的人？你觉得会是谁呢？谷中的兄弟，都是我们相处了10几年的亲朋好友，我不敢乱猜。朱哥哥，我好紧张啊！嘘，小声一点。此人脚步轻微，武功很高，不能让他发现了。朱哥哥，你说这个人把自己装扮成这样，连身材都不敢暴露，可见他比其他人更加谨慎，更怕别人认出他来。我心里有种预感，这个人是我们认识的人，而且跟我们非常的熟悉。先不要乱猜。此人既然是咱们自己人，应该已经知道。我们已经知道了他的存在，但他还敢贸然前来，一定是有什么重要的情报要交给鳌拜。等会儿他出来的时候，你悄悄跟踪他，弄清楚他的身份。好，我再想办法去暗杀鳌拜，绝对不能让他把这个情报交给康熙。出来了。环梅，此人武功在你之上，你千万不要跟他发生正面冲突。如果被发现了，马上放弃任务逃走，保住自己的性命要紧。行，我知道了，朱哥哥。你还不知道我吗？从小我胆就小，我肯定不会跟他正面发生冲突的。倒是你，鳌拜的武功很高的，你可千万注意自己别受伤了。你放心吧，我不会让自己有事的，不会把你一个人留在这世上。行动吧，小心。人呢？哎，糟了，我又把人给跟丢了。朱哥哥又得看笑话了。你到底是谁？想不到鳌拜如此谨慎，他与手下往来的信件，全部都是用密语写成，其他人就算是拿到了，也看不懂。
大人，内院好像有动静。哎，没听索大人吩咐吗？今夜不管发生什么动静，都不许吱声，知道吗？这边走。幸亏老夫早有防范，要不然真的就中了你的暗算。看我的李家独门飞镖！可以啊，居然全都接住了。你这发暗器的功夫太差了，哪儿学的功夫？简直丢你师傅的脸！我刚刚逗你玩的，现在才是真格的。看招！李剑清，原来是你！没想到你年纪轻轻，功夫还真是不错。鳌拜，你号称大清第一高手，却不知我中原武林高手如云，武功在你之上者多如牛毛。今夜，康熙派我来杀你，束手就擒吧。李剑清，你就不必再费心挑拨老夫和皇上的君臣关系了。你今晚来行刺老夫，不可能是出自康熙之意。你就那么相信康熙不会出尔反尔？他有多恨你，你应该比我清楚。康熙小儿恨老夫入骨，一心想让老夫死，但是以康熙的城府，他更加清楚，眼下还不是杀老夫的时机。你对朝廷的价值，无非只剩下你所掌控的情报网。康熙将你革职软禁，天下皆知。你的那些手下，早就惶惶不可终日了。他们暂时还肯效忠于你，一来不过是受了你大补丸的控制，你的余威还在。但实话告诉你，大补丸的解药我已经解出来了。什么？你现在可以解大补丸的毒了？若非如此，我跟易欢怎敢公然跟你翻脸？想不到啊，你年纪轻轻，不但武功高强，这医术之高明，也是老夫平生之仅见，可真是了不得呀！这第二是你的那些手下，跟朝廷还没有建立起联系的渠道，但是以康熙的智慧，相信用不了多久，他就会让你那些手下主动去投靠朝廷，到时候他们直接建立起了联系。你以为康熙还会留着你这条老狗吗？抓不住我的，快回去吧！好人命，好人命！小女子知错了，再也不敢了。这样差，还敢逞能？好害，你再饶我一次吧！我这次真的不敢了，我真的不敢了，真的。眼下局势混乱，处处都是陷阱杀机，你个小丫头，还是少掺和的好。快回去吧！李剑清，你和李易欢兄妹二人，都是来自明珠谷的前明余孽，你们二人的存在，就是我大清的一大威胁。鳌拜，你最好想清楚3件事情。第一，眼下我们兄妹直接威胁的是康熙，不是你鳌拜。第二，康熙信任的是我们兄妹，不是你鳌拜。第三，康熙最恨、最想杀的，不是我们兄妹，还是鳌拜你。你今晚见的那个穿黑色斗篷的人，
就是你安插在明珠谷的奸细吧？是又如何？虽然你的功夫不错，但若想杀了老夫，恐怕没这么容易吧？若是老夫把这些机密上交给康熙，那你们兄妹二人的死期可就到了。你真要把这些机密告诉康熙，你说他是会相信你呢，还是以为你又在挟私报复？就算康熙相信了你，把我们兄妹都给杀了，若是没有了我们这些所谓的前明余孽，你觉得康熙还会留着你这眼中钉吗？小狗子，那咱们不妨就来做个交易吧。以后你就不要再算计老夫了。老夫在上报给康熙的时候，也绝不会揭穿你们兄妹二人，如何呀？好，我答应你。惠妹，朱哥哥，惠妹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只不过人被我给跟丢了。人没事就好，我这边也失手了，估计那个内奸早就算准我们会去行刺鳌拜，提前把我们特制的迷药解药给了鳌拜，鳌拜早有防备，我没能杀得了他。你没事吧？没受伤吧？你这么关心我，就算受伤也值了。你放心吧，我跟鳌拜不相上下，他杀不了我，我也杀不了他。朱哥哥，我跟那个人交手了，我觉得他武功的路子跟我们明珠谷很像。你怎么跟他交手了？我不是让你远远跟着，不要动手的吗？哎呀，跟踪人不是没经验吗？我去跟踪他，被他发现了。不过好奇怪啊，他明明好几次都可以杀了我的，可他最后都手下留情。虽然他用黑色斗篷把自己的身形全部罩住了，我看不清他的身形是什么样的，但是从他武功身法和揭发暗器的路数，我感觉他就是我们明珠谷的人。看来这个人认识你，所以才会对你手下留情。有没有听到他说话的声音？他是用假声跟我说话的，但是他用假声的方法跟咱们平时学的变声技法是一路的。我敢断定，这个人不仅是我们明珠谷的人，还是我们非常熟知的人。这个人究竟会是谁？